高雄基镇的风车公园，特色就是这风车的造景。不过最近游客来说发现，讲这风车的风叶啊拢断了了。另外，亮灯啊热日的厝顶无去，造景的条啊生生拗了了是真危险。这阵工部局是答应讲会赶紧去改善。来到基镇的风车公园，规支好好的风车已经剩无济。原本这风车应该爱有3片枫叶啊，不过有几落支的叶啊拢已经断了了，甚至还有枫叶啊顶悬卡风吹。有外地游客专工要来看这支造型特殊、佮兼具发电功能的风车，一看到这开卡欠手的模样，拢感觉真失望。既然标风车公园，应该也要有比较多一点的风车吧？那其实这些风车很多都坏掉了，都没有在动啊。最大那2个也坏掉了，也没有在动啊。风景有够歹，该爱改进啊！这属那个类似风景区嘛，风景区啊也带动属有一个带动气温啊，都无啊。这风车也捌受损，唔那歹看，还有安全的要求。公园内底还有真侪设施拢害了了。议员这阵表示，包括入口厝的亮灯啊、厝挂，唔知当时都去互风吹无去，海边的栏杆破损，艺术造景的条啊有几落支生生拗去，拢会威胁游客安全。要求工务局要紧改善。因为安全要先顾虑好，因为这我唔知道当时伊烂起来，侧里的帮也啊，唔知道当时有人底下，它前面都是停车场。所以它也具备了一个门面。因为它已经混凝土中性化以后，你要再重新补修它，不太可能，必须要重做新的。那个棚子也都吹走了，也就是因为就是混凝土跟那铁件它没办法结合，所以连锈蚀脱掉。所以这部分我们已经在重新规划。工务局表示，风车公园已经20多栋啊，因为海边咸水淹冻，会互阿妈头中性化变甲脆脆。有用到阿妈头的部分，会重新来评估规划；艺术造景的部分会定油漆，若是有放弃的可能性，也会耐心处理。记者柯家族邱超雄高雄场报道。